各位早晨，今朝早繼續好凍啊！市區氣温降至12度以下，而新界氣温顯著較市區低㗎。我哋睇下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最低氣温介乎5.8至11.7度，而最高氣温亦都只係得7.6至13.7度。一齊睇下風勢圖。東北季候風正係為廣東帶嚟寒冷同埋乾燥嘅天氣，所以大家記得繼續注意保暖啦。預測方面，天晴乾燥，朝早寒冷，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7度，最和緩東至東北風，稍後風勢清勁。喺未來2、3日漸轉多雲，有1、2陣雨，氣温回升。今個星期後期雨量會增多。而且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埋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6，強度屬於高。睇埋其他城市天氣。廣州、澳門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天晴，上海天晴，北京天晴，瀋陽多雲，首爾天晴，大阪落雨，東京天晴，胡志明市多雲，馬尼拉明朗，墨爾本多雲，悉尼雷暴，布里斯班驟雨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多雲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驟雨，紐約驟雨，多倫多落雪，倫敦明朗，巴黎落雨，阿姆斯特丹多雲，法蘭克福落雨，蘇黎世落雪。天氣先講到呢度。